世界维吾尔族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莎星期二呼吁欧洲议会派遣独立调查团调查新疆的真实情况，并且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周访问中国时向中共高层施压，阻止中共当局继续处决被控参与新疆7·5冲突的维族人。世界维吾尔族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莎来到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递交了一份关于新疆7·5事件的报告。艾莎希望欧盟帮助对这次冲突事件展开独立调查。艾莎表示，记者不被允许公正报道这次事件，没有任何观察家能够独立核实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世界维吾尔族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莎说 The report is more than a couple of thousand people were killed, but exactly how many? 这份报道说有几千人被杀，但他们杀害了多少人，逮捕了多少人，多少人受伤，还是个问题，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所以我们请求欧盟派出独立调查团进入新疆，调查并报道真实的情况。此前一天，中国新闻社宣布，中共当局处决了被判定参与7·5冲突的9名维族人。艾莎发出警告，指出，如果世界领导人未能施压中共，中国少数民族的处境只会恶化，甚至可能导致他们起义。Obama and other world leaders should be very concerning. 奥巴马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应当十分关注维吾尔族问题，应向中共施压，阻止杀害、处决和逮捕他们。如果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汉族人、维族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将是个问题，将来可能会有另一次起义，我们不知道。局势正在变糟，高度的紧张，那也对中国的稳定不利。最后，他表示，如果世界继续保持沉默，那么中共将继续处决更多的人。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